迷迷，這疫症怎可估計？是否非典型肺炎？我怕已中招經發燒，有心跳驚恐感染，身處噩夢盼快夢醒，一起戰勝經世病情。飽經挫折，我要站起。感謝醫者父母心，未怕艱難，沒有嗟嘆。眾志成城，八方熱心，戰勝這病毒。香港定企穩，戰勝危機，盡責不懼怕，建立信心，在香港。發燒，朝朝乾咳，鬱極痛，身心抖震，發冷發燒，昏昏迷迷，這疫症怎可估計？是否非典型肺炎？我怕已中招經發燒，有心跳驚恐感染，身處噩夢盼快夢醒。情成經世病情。